好，再嚟皇家電影評論學會，大家好啊！咁啊，我係 Ben Wong 黃宇恒，我係黃勇。係大家好啦。咁啊，今集咧我哋又評論另一套嘅電影啦。咁啊，今次評論呢套電影咧就係一個復刻版本嚟嘅啊。咁因為最近啊好多時有啲復刻嘅電影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講一套復刻電影啦。咁究竟係咩名字咧？墮落天使。係啦，就係王家衛導演嘅《墮落天使》啦，咁一個1995年嘅作品啦。咁啊，今次我哋就想去講翻呢一樣嘢。咁啊，原因點解咧？咁我相信好坊間都應該好多觀眾都會知道噶啦。咁啊，近期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咁其實就之前咧，譬如《花樣年華》啦、《重慶森林》啦，啊，以及譬如《阿飛正傳》啦，咁啊呢啲咧，咁之前都有做一個嘅 4K 嘅修復版咁樣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就特登就會去講翻呢一樣嘢，最主要嘅原因係乜嘢呢？咁我就想就係等即係青少年嘅角度嚇，如何去睇一個30年前嘅作品啊？咁究竟佢哋點樣去睇呢件事嚇？去覺得30年嘅作品同而家嗰個嘅情況係點樣呢？咁啊，率先第一樣嘢，咁啊，當然係問問啦，阿黃勇嘅喺未做評論之前，想問下你對王家衛嘅認識有幾多呢？我知道某一啲佢嘅導演風格啦，同埋但係即係最仔細嘅歷史我就唔太清楚，但係我亦都知道佢拍電影嘅某一啲邊個有啲即係例如話對佢嚟講有靈感啊，或者有啲人邊啲人攞佢做一個榜樣啊之類嘅。好啦，咁因為咧，王家衛其實咧，對於我哋皇家嚟講個影響都非常之大嘅。咁啊，雖然我本人姓王啊，咁但係過去王家衛嘅作品，我大部分都有睇過嘅。咁啊，當然充斥住喺我嘅成長年代嘅都係王家衛啦及王晶啦，即係兩個嘅導演啦。咁啊，當然一般就係以睇王家衛電影咧，就係睇以藝術成分為主嘅嚇，因為好多嘅得獎作品啦，甚至乎好多得獎演員啦，咁其實都係嚟自於王家衛嘅電影嘅。咁對於王晶導演嘅，我相信有機會嘅時間咧，我哋都會去講。不過今日我哋留翻俾王家衛導演先。咁啊喺度又再問翻黃勇啦。墮落天使嚇，咁啊喺之前你有冇睇過佢其他嘅作品咧？有嘅，大概都睇咗幾套之前王家衛導演嘅作品啦，例如話有睇過《重慶森林》啦，有睇過《花樣年華》啦，都有睇過《阿飛正傳》集。係啦，咁啊佢本身咧之前已經睇過佢幾套嘅電影嘅，咁啊就翻我今次先啦嚇，咁啊會攞嚟講嘅最主要就因為有復刻嘅 4K 版本啦，咁啊亦都點解今次會比較特別啊攞嚟講咧？因為有一啲嘅角色人物咧嚇，咁啊其實就喺王家衛電影出現嘅情況咧比較少啲嘅嚇，比較少啲嘅包括就係李嘉欣啦，李嘉欣本身呢個角色啦，以及黎明啦嚇，咁好多人嚟講就係李嘉欣同埋黎明其實就唔算係王家衛電影嘅常客嚟嘅。咁當然啦，金城武以及呢一個嘅楊采妮嚇，咁分別都喺王家衛唔同嘅作品出現過嘅。咁尤其是金城武啦，喺呢個嘅重慶森林嘅表現，我相信好多人咧都好中意金城武佢個表現啊，尤其是佢嗰個嘅對於如果一切都係有期限嘅話尤其是對罐頭咁嗰個嘅心情嘅演繹啦。咁啊楊采妮咁自然當然喺東邪西毒啦，裏面一個真係好重要、好亮眼嘅一個其中一個角色嚟嘅。咁今次嚟講，頭先提過啦黎明同埋呢一個嘅李嘉欣咁如果喺90年代嘅，咁絕對係一個金童玉女嘅選擇嚟嘅。咁但係今次正正喺王家衛電影嘅裏面咧都算係一個幾破格、幾大膽嘅演出嚟嘅。我相信好多嘅觀眾如果你未有睇過呢一個嘅墮落天使嘅，都不妨可以去睇睇因為當中嘅李嘉欣咧唔係賣靚咁最主要咧都係有一種稱之為墮落天使，即係有一種叫做墮落嘅美麗咁呢個墮落嘅美麗亦都係超脫咗即係唔係一種風塵女子嗰種墮落係直頭就係去做緊一啲關於就係譬如黎明係充當個殺手啦，咁李嘉欣就係呢個嘅殺手嘅 agent 啦，而呢個殺手嘅 agent 你都感受得到佢嘅應該係會有一啲嘅癖好嘅，包括可能有機會有吸毒一啲其他一啲陋習喺裏面咁從而去表現出咧佢嗰種即係墮落之美好啦，咁嚟到呢度啦，電影或者由黃勇去講講啦，你對於墮落天使嚟講嘅今次你個人睇法會係點樣咧？反而我覺得今次佢嘅風格同埋即係故事嘅方式都好有導演本身嘅即係
風格喺入邊啦。但係我覺得好多人都會話《墮落天使》係重慶森林更即係深層一個嘅版本啦。例如話佢亦都有講好多同樣嘅一啲例如話兩個人之間嘅關係啊，或者愛情方面嘅話題都有提及過啦。但係今次角色之間嘅結局啦就更加黑暗啦，亦都有一啲更加即係深層度嘅了解。例如話，如果上一集重慶森林係講述愛情嘅美麗嘅話，咁今一集應該係講兩個人之間或者愛情之間嘅黑暗嘅一面。哇！青少年我都有呢個睇法喺度啊。咁啊，作為成年人嘅我哋，咁當然啦，今日再睇嗰個情況嘅，同我30年前我睇，咁啊好明顯有一個好大嘅分野喺度嘅啊。咁啊，作為30年前嘅我去睇呢套電影呢，真心當年其實唔係好睇得明嘅啊。今日好啲啊，原因因為經過30年嚟嘅沉澱呢，咁啊或多或少啦，話王家衛已經成為一個嘅品牌亦都甚至乎已經係一個大師級基於佢嘅大師級嚟講嘅，亦都坊間有好多唔同嘅解讀會喺度咁啊，對於我嚟講因為已經經過30年嘅沉澱睇過好多唔同嘅電影，今日再睇翻墮落天使首先第一樣嘢唔會覺得套戲呢係老舊嘅，甚至乎你會覺得睇翻呢套戲呢，你會見翻好多香港嘅舊有嘅風景即係喺30年前嘅觀塘究竟咩模樣啦？30年前可能係經過灣仔一帶究竟係咩模樣啦？咁呢啲即係霓虹招牌咧，呢啲都係令到我哋呢啲已經歷過香港一段日子嘅人咧，其實反而有一個好大嗰個親切感喺度。咁但係頭先所講啦，時間方面俾翻啲青少年講先。好啦，就於你已經睇過幾套王家衛嘅電影啦，你作為青少年啦，對於你嚟講個吸引地方，你又會點樣睇王家衛導演嘅作品呢？我覺得導演嘅作品入邊有好明顯嘅風格啦，例如話好識運用唔同嘅人物角色嚟做一個更加豐層次嘅一個故事啦。亦都有運用好多唔同，例如話幾個故事喺同一條電影入邊嘅風格啦，亦都係比較罕有嘅啦。今日嘅話，喺英文入邊叫 anthology 啦。我覺得最吸引我嘅地方就係去運用時間啊，同埋唔同嘅科技嚟呈現一個佢比較好每一套電影入邊好獨特嘅一個風格咯。好啦，咁呢啲獨特風格裏面嚟講，當然啦，咁好多人以往睇唔明王家衛電影咧，最主要嚟講就係一個非線性嘅拍攝方式啦。因為裏面咧，我都稱之為叫碎鏡嘅形式去講個故仔咁唔係一個好線性直線咁樣去講故事咁呢個我相信咧，以往係好多人係睇唔明嘅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當然我頭先提過啦，經過30年嘅沉澱咁自不然嚟講如果你選段式去睇咧，咁其實王家衛電影咧係好精彩嘅。咁但係亦係去翻啦而家年青人啦，對於你嚟講點樣先能夠投入到喺呢個電影裏面呢？投入嘅方式就係主要係因為王家衛導演嘅電影都有好多自己觀眾嘅沉澱啦，你需要加好多你自己嘅思想或者即係對電影嘅睇法喺呢個電影入邊咯。基本上就係你覺得電影嘅想法或者入邊嗰啲內容係點樣就係點樣咯，係好多都係要觀眾你自己嘅理解咯。所以最佳欣賞嘅方式就應該係你觀眾有某一個程度嘅投入咯。好啦，咁我哋時間接近啦，我哋今集嗰個嘅尾聲啦，去到最後一樣嘢啦，想問問黃蓉啦，作為年青人啦，你哋點樣去睇王家衛電影？兼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如果我繼續以翻呢種嘅風格去製作電影嘅，你覺得喺今時今日年青人會唔會中意呢？又或者有冇佢嗰個嘅延續性喺度呢？而家嚟講嘅話，而家嘅電影同王家衛導演嘅風格就有啲距離啦。例如話而家荷里活或者正常電影都係諗住越大係越好噶啦，所以呢一種比較細或者人物角色為主嘅故事，就喺現今嘅社會入邊就有啲難去接受咯。咁我即係聽得到啦即係換句話講，以現時追求大型嘅 scale 嚟講即係意思就係一切都要大製作啦。咁以王家衛，佢唔係冇大製作嘅，有大製作，但係以往都係以演員為呢個嘅主導咁今時今日，如果再係呢種嘅方式咧，即係聽到咁講啦青少年咧好可能都覺得就未必可以即係繼續承接做呢樣嘢。咁所以咧
有嚟緊嘅日子嚇，咁大家有機會嘅話，再有王家衛導演嘅 4K 修復版，都希望大家咧可以繼續入場啦。好，咁我哋今集王家電影評論會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啊，首先喺度再同多謝大家，希望大家繼續啦嚇，去支持我哋 like and share 同埋 subscribe，好嘛？OK，好多謝晒。